语呢，我喜欢看书，还有跑步。哇，好犀利啊！是的，这个是跑步，必須要給你一個點。下一個是什麼？咩嚟？眼睛哦，冇錯，眼睛。你睇下我哋有幾隻眼睛啊？有幾隻眼睛？哦，兩隻。對了，我們用普通話說，我們有兩隻眼睛。這個圖片，它是不是也有5隻手指呀？嚟，我們一起來數一數，好不好？來，1、2，一起來數，這是多少？這是3。好，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小動物是什麼？叮當，這是狗的嘴巴。是哦，是小狗的嘴巴哦。看看我們今天闖關成功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，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